人家面儿小武体的，还你趁英雄啊！吼，你实在爱纵容来呢。哈哈哈哈！原来你们是兄弟啊！是啦，我哋因为个理念相同，又是同病相怜，所以义结金兰。原来你们是兄弟啊！是啦，我哋因为个理念相同，又是同病相怜，所以义结金兰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但不敌你的太娘太相，这我乃是东京的神送啊！万岁！抢万岁杀吹啊！莫关系，放起来，不敌早就无吹呀！再讲，你三人想救我的性命啊！万岁，你失手了！哈哈哈哈！万岁！万岁！弟子救家来此，家下本来铁拳重山，至今能请到万岁。一群无用之徒啊！寡人的性命险险被你断送了。弟子该死呀！万岁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万事好做回敬啊！寡人也有此个意思，不过此回带兵征召反贼了，在千钧一发之时，何得三人前来相助啊？寡人真能得很免殊难。我希望你三人一齐回京落去，论功分爵啊！多谢万岁送赐，不过你10年已经关系一个山林神法，对一个封侯失爵之事并无见面。只有一事，希望万岁你能得成全呐！好，你说来。10年，免受了功夫抬头嘅不怕之言，还请万岁为你平反呢？哦，没问题，我答应你们啊。万岁呀！我兄弟3人应记在了发生之中，也是老家乡联络沙地，我嘅太公宗家义体，以我家父亲一个死在贪官之手，一个被统遗忘儿，随时留下庞大的家产，望万岁呀委托列路法王爷为爱哋处理，将了两家的家产发奔当地的百姓，以造福人群啊！请万岁强力创意啊！心险杀尽，不过十分的钦佩呀！你真是做官的栋梁之才呀！万岁呀！对了，才为官，
神佛技术，而你根本无适合，还望万岁本而你兄弟回转前去过三亚神佛啊！万强万岁，神权而你。一言习惯，财山里，心路之水深情景，两里路不牛，哎呦。年周该有送礼，年在走，年在走有送礼，岂不是我朝中顺势三命的勇将啊！请万岁爷圣权。慢，既然你三人喜爱无技术的神法，官人就差你们记住金山、明山、秃山，官人封你三人为做三山国王。继续错服乡里吧，多请万岁爷。方通啊，方通！何事？哎，既然没讲爱介绍朋友，本爱熟识，为什爱唐年是按部这个讲故，也无提起乜个朋友啊？叔父，此意一言介绍三位朋友本人认识，将来你的朝主遇到困难，做得请记得解决。哈哈，你越讲越荒唐了。你咁讲，係講南朝宋嘅故事係冇？哎呦，乜間我三山國王啊，係地方神之之流啊！嘿呀，南朝宋嘅朋友有可能。少爺，你講嘅故事太離奇了，你們的恩老爺係最老也到神怪之說啦。但凡心存善念，富貴利民，總是不信神仙之說，神仙也會助你一臂之力。叔父，你不信神佛，都也無妨，神仙願意助你列扎三心人呐。相義啊，我看你啊係造福任務咧，你嫌我啊，我如何向你屍體嘅雙親交代，負
糊涂啊！也是哦，爱母啊臣，长风啊爱冲啊，今后也该冲啊顺啊，眼下有松啊，神仙啊爱子啊痛。好怒啊，爱吼啊！太快哟来门啊步，太强啊爱狂啊！恐怕为所将来会死在天然抽主之地，我也无法和马该不你敌人嘛。叔父啊！生你马子啊，头啊，千把啦用啊，路是一瓦佛，有山那丛啊。停停停停！叔父，春心马流啊山马，春头啊红啊，斑斑啊娘啊桑，有色啦香啊。叔父，切记此义之言，君子以德度量，却是在义义之中，同样做得人盛开。信神不信神也莫关紧要，只爱存心良善，偏能了天地合一。来，喝酒，喝酒。改做劝顺酒，能开请客法啊！叔父，1年之后，你便走得转回经商，将来前途是无量，切记切记呀啊！奇怪，少爷，也葫芦地摆度个酒，几经饮了去呀，样办还是一次有酒啊？嘿啊，天下之事无奇不有，叔父就想了后，麻烦转告意见，此意意气，将来有缘，天会在山上国王老友身边见面。三三国王老友身边，嘿啊，会再见面。少爷，相爷，来哦，啉酒，啉酒，老爷，老爷，啉酒啦！老爷。天地生意万生风，吞噬林中报桃酒，竹皮对沙盖无忧。
生意。风吹泛滥成灾，无日无家的个咯，落地本干嘅心情，老风水一般，喜乐难平。可怜众百姓流离失所，使得本干寝食难安，却是无计可施啊！老爷，天爱落人，娘爱家人，也就主动不了嘅，无奈呀，无奈。错噶，今日你按顺道来到揭阳人内，以胆头来看，乃泥满地，寸步难行。何事？太爷，满天那里马匹面前见了。你啊，安样办就好。愿望清凉家何处？血勇难关马不前。是了，此情此景，素爱相喜。1年前才谢天，已见七义，该情景穷样，讲起来，我该七义也真不对。看我19岁，一生不言就离开了去呀。老爷，唔系安样情嘅，今日系怕我出现，少爷佢不见啊！呸！休得胡说，不可乱言。老爷，一安泰也个路从你有看到，正好前面啊有间庙宇，是唔是因为休困一下？前面有庙宇，到底什么庙么？三国王庙，三山国王庙么？好说个名好啊！老爷，俺系唔系我落去去看一下？也好，众人退下。金山国王连结，名山国王秋贤，竹山国王求尊。三国王，俺想起来了，少爷几1年前讲过，几讲啊？哎呀！少嘅記載好平易，為難自己來求見，三山國王那情義，可為老爺，可為老爺嘅煩憂，哎喲。两位老爷，穷下来拜啦！这老爺，来啦来啦！忠言不信，此看啊也無妨啊。哈也好向啊！本去向本去，穷下来拜，穷下来拜，来，抢！
世上若有神，就唔会有灾害啊！错啊！唔系三山国王，而那有灵有贤，让不贤人来解决百姓之苦呢？老爷，家下还听到你大武当的声音，用办一下敷衍点请下来了。安尼啊？哦，雨天了，雨天了，我日头出来了。这雨停了，雨停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有乜嘅事情按讲房嚟度，睇讲小怪。老爷，你看偏殿的神像，敢讲是，敢讲佢是？哪一个神像啊？哦，俩张拿手的人啊，老爷，你唔知系嘛？佢啊，就系神仙啊，韩湘子啊，佢哦，听讲啊，做得做千多嘅无数嘅秘籍哦，还可以啊，本个法哦，瞬间就开放啊，系个儿童病啊，突发神仙咧啦。是少爷，佢是少爷。先生。